郭文摕的老爸爸去做选咯，今仔日举行告别式，政坛蓝绿白三党重量级的人物，拢到新竹殡仪馆来致意。前总统陈水扁拄着拐仔来到现场，前总统马英九嘛有来，心情沉重。立法院长韩国瑜甲几哪位县市首长嘛拢有到位。另外，这个总统府本来要派代表来公祭，改嫁以国家大事为重，无需要专工来谢绝咯。不过总统赖清德嘛受送花篮，表达哀思。土瓜呀，爱个人甲插哩。前总统陈水扁表情沉重，豆豆行入新竹的殡仪馆，要向郭爸爸表示最后的敬意。谢谢。郭后一个目镜穿黑西装，前总统马英九表情严肃行入会场。立法院长韩国瑜是穿红色的西装，小耍甲家属致意。前段的人士拢来悼念，包括红厅一个新竹市长高虹安、苗栗县长张荣锦、各县市首长甲哪里重要人士拢有来，现场的气氛庄严哀伤。我要感谢2016回来选举的时候，他们对我的支持，人死为大。我理当送他最后一程。有10-20位的委员。待会我们党团会来对柯爸爸表示无限的追思。哪里被政坛重要人士拢有来告别式，会场内也拢是前总统蔡英文甲各界致意花篮。前总统、马前总统甲立法院长韩国瑜坐头一排参加加祭。民进党的党主席黄国昌甲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，因为老爸过往的关系，无法度亲身到场。风声讲，总统府有意思要派代表念香，严过外界人表示，国家大事为重，免专工走来。总统赖清德是以花篮致意，表达哀思。现场听歌文题致辞，真侪小草目眶拢红光光。那支持者、跨党派政界人士拢有来参加，要做伙来送郭爸爸行完最后一段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